班，大家好，好歡迎大家嚟臨欣賞由 LMC Group 主辦嘅粵曲會之音嘅演唱會。我係你今日嘅大會司儀陳艷芳。嗱，咁咧呢個演唱會能夠咁成功舉行咧，咁首先要多謝主辦機構啦，同埋多謝今日大會統籌兼策劃嘅楊麗歡小姐。咁更加要多謝倫小曼小姐贊助飲品啦，仲有多謝所有嘉賓好友出錢出力義務為我哋演出，仲出錢買咗好多紀念品添。完場之後咧，送俾在場嘅所有觀眾，我哋會趁呢個時候俾多啲掌聲嚟多謝佢哋好唔好啊？多謝。好啦，咁而家唔使大家欣賞啦噃。揭開序幕第一首咧係西泠橋畔葬芳雲。咁咧佢就係講咧阿婉玉啊，被父親派人去催歸佢翻去翻歸啦。咁別後毫無音訊喎，咁少少咧就病入膏肓。咁鮑人咧高中歸來，策馬趕朝慰問。咁呢支曲咧，我哋請到飾演鮑人嘅吳振華先生，飾演蘇小小嘅黎玉兒小姐。嗱，我哋用熱烈掌聲，多謝佢兩位為我哋打頭陣唱出呢一支《西泠橋畔葬芳雲》，有請兩位掌聲。